你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2025年10月18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21篇，创世纪32章第30到21节，马可福音第10章46节到52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恳求怜悯。伫神的教会，基督徒通常伫为着一个人祈祷，还是伫咧讲道的时，甚至咱讲人做悔改时阵呢，拢会用一句英文讲叫做 God's mercy。是啦，当咱伫咧软弱、欠缺、失意艰苦的时阵，咱拢需要恳求主的怜悯同在。拄啊看到咱政府的公布一个消息啦就是因为山崩的影响所以伫迄个东部迄个燕湖燕子湖新产生一个新的这个堰塞湖也因为这两天台湾受到南平一个编号27号的低气压来形成足有可能伫台湾东部带来这个真大的雨，所以政府就发出通告，讲请这个伫迄个下游这的人着爱细致，并且真可能着爱先来疏散啦当咱伫看到还是听到这种互人无法度控制情境下面，咱拢需要主的怜悯。伫创世纪32章第30到21节，记载着雅各甲列班来分开了后，就往伊的故乡来迁徙。但是呢，这个方向期呢，一定会去拄着早前可能咧追杀伊的阿兄，伊的阿兄的态度如何？对来讲，伊是无法度来疗伤，甚至讲来控制，所以雅各伊就安排真济的礼物摆伫头前先行，伊的某囝嘛伫咧头前，甲伊的阿兄先拄面，希望安尼作为会当求着伊的阿兄的怜悯的心来接纳伊。圣经记载这段的代志，雅各派人先去以东的地区，就是西珥，见伊的阿兄以扫。雅各交代因讲，恁着甲我的主以扫讲，你的仆人雅各安尼讲，我伫列班领寄牛，带到今仔日，我有牛离羊群，仆人女婢，当我派人对我的主来报告，来你望会当对你得到恩惠。派去的人倒转来甲雅各报告，我有去你阿兄以扫遐，伊已经来要看你，佮带400个人来做伙来。雅各大囝就佮烦恼，伊将伊甲伊做伙的人，以及羊群、牛群、骆驼分做两队，想讲以扫若来攻击这队，剩的迄队佮有通来逃走。伊祈祷讲，我阿公阿伯拉罕的上帝，我老爸以撒的上帝，上主你捌甲我讲，你着转去你的本地本族，我一定要好款待你。你的仆人真卑微，袂堪得领受你的慈爱甲信息。我以前简单骑拐过约旦河，就当我已经带2个人。2队的人马倒来，求你救我免受我阿兄哥的伤害。我真惊伊来杀死我甲我的某囝。你嘛捌讲，我一定要好款待你，互你后代亲像海边的沙遮尔济。算袂了，迄暗雅各伫遐来休困，就对伊的前生敬礼物，要送互伊的兄哥以扫。山羊母200只，山羊20只，绵羊母200只，绵羊公200只，骆驼母甲因食年的骆驼囝30只，牛母40只，牛公10只，
二母20只，二公10只。伊将这个个性精生分做一对一对，交代伊的仆人，伊甲仆人讲：恁做前去逐对保持距离。伊佫吩咐带头的仆人讲：我兄佫拄着恁的时，伊若问讲你是甚物人的仆人，要去倒位，你头前遐的精生是甚物人的，你就讲，这是你的仆人雅各的，是要送我的主以色的礼物，伊本身嘛伫阮后面。雅各佫吩咐第二、第三，甲所有赶对逐对精生的仆人讲，恁拄着以色的时，嘛着安尼照安尼甲伊讲。佮恁嘛着讲，你的仆人雅各伫阮的后面。雅各家己拍算讲，我用头前这的礼物来解伊的怨恨，后来我才来见伊，可能伊会接纳我。后来伊互遐的仆人带礼物先行，迄暝雅各歇伫营中。耶稣基督伫传福音的行程的中间，时常施行医治、赶鬼甲神迹。耶稣拄着的人，拢因为已经拢无法度啊，所以需要耶稣基督的怜悯恩典。马可福音第10章46节到52节，记载着迄位称做巴底买的市民的乞食。伊听到拿撒勒人耶稣要经过遮，就大声喊：代表的子孙耶稣怜悯我。圣经记载，耶稣甲伊的门徒来到耶利哥，因甲一大群要对耶利哥出去的时阵，有一个失明的乞食，底买的囝巴底买坐伫路边。伊听讲拿撒勒人耶稣会要对遐过，就喊：代表的囝耶稣怜悯我。真侪人甲伊责备，叫伊点点，毋过伊愈大声喊：代表的囝怜悯我。耶稣就停脚讲：叫伊来。因就去叫迄个盲人，甲伊讲：安心起来，伊在叫你。盲人就将外衫脱掉，跳起来，来到伫耶稣遐。耶稣甲伊讲：你爱我，甲你做甚物？盲人应讲：拉波尼，我爱搁看见。耶稣甲伊讲：你倒去，你的信心互你得到医好。盲人随时会看见，就归路来跟对耶稣。咱拢需要主的怜悯，因为咱凭着信心所求的了后，主就应允讲你的信就会救了你。诗篇121篇，我摇头望山，我的帮助对倒落来，我的帮助是对上主来。伊是创造天地的主，伊袂互你绊倒，你的保护者袂拄面。以色列的保护者袂拄面，嘛袂困去。上主是你的保护者，伊伫你的身边做阴影，伫保护你。日时日头袂伤你，暝时月嘛袂害你。上主会保护你脱离逐款的灾难，伊会保护你的性命。日出日入，上主会保护你，对即时直到永远。感谢主享受你怜悯的恩典，互阮会当伫需要的时来向你大声呼求，求主你享受恩典，互阮得蒙恩来得救。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